在新竹市傳出哪像有虐待狗仔的事件，這是一隻烏狗，互伊的主人用鎖啊綁在烏多擺的後壁，安尼拖咧走。尾啊，這隻狗仔呢實在是走無法啦，所以伊的主人呢，把這個鎖啊透開了後，規氣都甲綁在遐安尼離開。這狗仔規身軀攏已經破皮甲流血，民眾是趕緊通報搶救。畫面中穿烏衫的查甫騎烏多擺，後壁用鎖啊挾一隻烏狗騎佇大路，狗仔唔知影對咧走偌久，尾仔因為體力袂堪直，倒佇塗骹，無經過主人甲鎖啊偷開，甲受傷的狗仔留佇現場，人就自安尼騎車走去。案發的時候有很多熱心的民眾，就是有在現場跟他是說，因為他很粗暴的把4隻腳都抓起來，然後民眾就是會擔心，因為狗狀況已經非常不樂觀了，看到他就是狗狗的腳底都磨破了，然後已經近乎衰竭，躺在地上一動不動。代志發生在新竹市丹南街，根據了解，現場也有民眾甲狗的主人講，用烏多擺挾狗會害狗仔受傷，不過這個查甫人無咧信道，無要插，也無要聽苦勸，所以民眾趕緊通報警方甲動保所。目前已掌握事主個資，並立即扣留犬隻送醫治療中，後續將深入調查並依法嚴懲。動保所表示，依據動保法規定，任何人不得騷擾、虐待、傷害動物。違者最高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目前動保所已經甲受傷的狗仔緊急送醫，也掌握主人的身份，也通知伊到案說明，隨即釐清案情經過以及相關責任，依法辦理。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。